透过东区中校里长吴清安的媒合，结合社区大安药局发起“职爱团线”营养到厝的公益募集的活动，对8月份发起到现在，总共募集了超过53万的营养品，而且联合贵格甲着伊尔山两大营养食品的品牌，9号上午伫东区公所来举行捐赠仪式。感谢我们的台安药局的一个平台，那募集了伊尔善以及我们的贵格公司那另外也跟我们的新楼医院跟我们的私立医院以及我们的台糖长荣酒店的一个合作。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的一个里长共同的募集。那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一些爱心天使所谓的爱心天使就是我们的一些小额捐款者他们到台安药局去购买相关的营养产品所以这一次透过这样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募集了超过了新台币53万元以上的一个金额那营养品总共聚集了大概22项的营养品，那后续会加惠我们大概299户的一个弱势族群。现场出席的包括立委王定宇、陈廷辉、甲着议员李宗霖，以及座位的里长甲着议员代表张明温馨。咱里内有人需要帮忙，恁会先知影；有人艰苦，伊袂出声，恁会先知影。所以里长定义是社会公益、政府开力的目睭甲骹手，恁会当出力做，嘛会当发现。了后呢，透过这募资活动集中起来，把资源送到需要的人所以感谢各位上基层的里长，到咱公所，到咱社会开力贵格啦跟伊尔善多谢恁付出。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整个关怀的社会网能够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宽阔，用公私协力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社会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处处的温暖。其中发起人大安药局的经理郭宏毅表示，这件募集活动会用讲得到社会各界热情的支持，真侪小额的捐款，对90块到几万块拢有。其中中校里长也佮捐出家己2/3的事务费。会中大堂中央酒店也佮甲东区公所来签订紧急收容的安置协议书，所有营养物资将分送东区299户的弱势家庭。另外，特殊的医疗营养品，则由市立病院佮着新楼病院协助来发送，预计超过1300外弱势人次会用来受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